呢一集會講解2022年 DSE Geography MC 第3題。題目問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re the factors favourable for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in grid square 9381？呢一集會同大家揾9381 grid square，同埋用第一排除法同第二排除法嚟揾啲選項係咪啱嘅。首先揾咗 grid square 9381，東行、北行、左下角。我哋要嘅9381就係呢一格。首先用第一排除法，排除唔合乎有利農業活動因素嘅選項。Flat relief 對農業活動嘅好處就可以減少 surface runoff， 多啲 irrigation water 可以俾植物吸收到。同時地勢平坦可以有利機器化，所以第一個選項可以暫時保留住。有河流就有 irrigation supply， 所以第二個選項可以留喺度。而有 settlement 呢就有 labour supply， 所以第三個選項都可以留喺度。然後用第二排除法，睇下啲 option 係咪幅圖度揾到。畫咗紅色呢啲就係 contour line， 綠色一塊塊呢啲係耕地。啲 farmland 係冇 contour line 圍住佢，所以佢嘅地勢係比較一致。可以見到佢有 flat relief。藍色呢條就係河流，所以第二個選項係正確。settlement 聚落就係呢啲一嚿嚿嘅地方，所以第三個選項係正確。選項1、2、3係正確，所以嘅答案係 dog。想識多啲 map reading 技巧，就嚟睇 Jessica Cha 頻道嘅地圖閱讀系列啦。